采访一下，你是什么蛋？我是胆小啊，别刀我。采访一下，你是什么蛋？我胆小，别刀我，别刀我。采访一下，你是什么蛋？我开灯蛋，我胆小。你是什么蛋？4号。我开灯蛋，你什么开灯蛋？胆小。9号，你是什么蛋？肯定是胆小呀！谢。小的没，你跑什么？你是什么蛋呀？